回答公司的执行长黄玲芬当半当游哥来到台湾，今仔日下晡伊是去到台中的潭子来参加食品工厂的开幕式，伊也去拜访董事长蔡其文。黄玲芬是表示讲，这食品是 AI 产业当中真重要的合作动画。也若讲到这台湾回答总部到底是要去伫倒咧，黄玲芬表示讲，即马还未决定。 青椒白披萨回答执行长黄仁芬过半冬，16搁一摆来台湾，第一站选伫台中，参加食品伫台中潭子新工厂的落成。热情的掌声！细品精密台科厂正式启用。 食品董事长蔡其文讲台，会当看出这两个科技产业的龙头互动是有够密切。食品是日月光刀控机械的方式大厂。黄仁芬讲，为着要伫 AI 产业加速布局，即摆嘛会和相关产业要合作的好朋友来会面。黄仁芬讲，若无优秀的团队和供应商，回答嘛无可能成长。伊嘛向食品的团队表达感谢。And NVIDIA, CW, and myself.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for 27 year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grown into very large companies together. Our business with Spill will be almost 10 times as big as it was 10 years ago. 我们是封装跟测试的服务，前面是那个微波方式，我们是做后段。那现在。 整个那个环境改变，所以那个要的技术是越来越复杂。黄仁芬的专机伫进前一到台中机场，就受到群众的欢迎。黄仁芬讲，这绝是第一摆来台中，感觉真欢喜。另外，佮伊问到台湾总部的选址，黄仁芬讲，目前已经有真侪真好的提案。NVIDIA has grown a lot in Taiwan, and we need a much bigger site. And so if you know a nice property, let me know. I would like to build a very beautiful headquarters here. 对各县市拢积极向黄仁芬来握手，希望伊会当来。伊讲当积极得做选址。黄仁芬即摆来到台湾的第一暗，暗算嘛照往例，共款去踅夜市啊，会去逢甲夜市啊行行咧。记者综合报道。